來 BB 你好，我 OK 啊，我 B 你好 OK， 張平你好，哎呦，我終於翻到屋企啦。有沒有想念我的家 Danny 翁哥哥你好 ，Ivan Sha 你好 OK， 大家好，我終於可以翻到屋企。原先我哋嘅旅程大多數都係只有5日嘅時間，我唔知點解可以 extend 到10日嘅時間先可以翻到屋企。原因係乜嘢？多得各位街坊老友大力嘅支持，所以 OK 我終於回家。Nancy On 你好，嚟煙沙先。翻到屋企，其實咧，有冇聽過呢句説話？就是你們有冇聽過這句話？這句話叫什麼東西咧？就係話龍床都不及狗竇。我哋終於可以翻到屋企。OK，Hello，Jolin， 你好。OK， 係啊，咁犀利嘅你！我啱啱講完，你啱啱打自己 BB， 你真係我心裏嗰條蟲啊！係啊，如果係人哋唔知道添啊，以為我同你兩兄弟。我講親啲咩你都知鬼道㗎。Ivan Sha 姐姐你好，老闆娘你好。Ivan Sha 姐姐，說真的，你是做什麼老闆？我聽說啊，上一次我跟水開，好像寇宇跟我說，你是做老闆的，只是你是做什麼行業的？你可以自己 PM 告訴我吧。OK， 未來的日子呢 ，OK， 如果我去新加坡，我去找你的好不好 ？OK， 什麼啊 ？OK，Today have been， 你出去啦你唔好嘈喧巴閉啦！哎呦，阿陳基良，哎呀 ，Today have been 乜鬼嘢都有啊！做咩你好，心有靈犀啊，厲害 ！OK， 嚟我問你呢個問題先。Hello， 阿 Cherry 啊 ，OK 你好，我有冇讀錯啊？跟住 Shelly 咩 Sheryl？Sheryl 喎 YL 咩 Sheryl OK，Pauline 姐 ，Hello 分享，你還在外面幹嘛？你喺出邊跳舞係咪？唔好出邊跳咁多舞啊！知唔知啊？你咁靚女應該俾個男人抬咗你翻屋企咁點算啊？係咪啊 ？OK， 唔好成日跳老舞係嘛？知唔知啊？真係咧，我同你講一件事係乜嘢咧？我話俾你聽，我想問呢個問題先，真係可以嘅話，你們先幫我分享。因為咧，這個星期咧，我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問你們，因為點解咧？今個禮拜日咧係一個普天同慶嘅日子，咁我就首先要問下大家，嗰一日咧中午大家有冇時間先？如果大家有時間咧，因為咧嗰嚿嘢咧夜晚就要好早瞓，咁我就好想將個時間啊調鬼去中午。咁我好驚一件事就係、當我夜晚開嘅時間咧，第一佢又發脾氣瞓鬼咗覺，咁但係我又好想你哋睇到佢，咁到底係發生咩事咧？隻蚊就飛鬼咗入嚟，我見到。OK， 嗱 ，OK， 你們先幫我分享先。星期天，等一下，我必須要問清楚你哋先啊！我想問大家一件事，等等。星期日，我的寶寶不在的，你真係識跳舞啊 ，Pauline 姐，猜對了沒有獎，快樂，你好 ，OK， 我的 BB 不是跟我一起住的，我的 BB 唔係同我一齊住㗎，我個 BB 俾人打劫咗去咗卡文屋企㗎，平時咧，平常咧，如果我有帶 BB 咧，看 BB 咧，我有入紙申請嘅，唔係咁容易可以睇到啊。Grandad 你好，可以的，可是我是小生意，哎呦，沒有所謂啦 ，OK， 來啦 ，Let's we，Hello， 撈啲啲，我收到海南陳生 ，OK， 好中意個香味，一日點2次，我係第一次點香，謝謝你的支持，真係謝謝你，真係咁，其實我諗我好感謝你哋嘅支持，好感謝你哋試下 try 我哋嘅香，因為咧今日我唔介紹咁多 ，OK。香我唔介紹咁多，首先我必須要感謝你哋每一個朋友對我哋嘅沉香嘅支持。可能問心講，如果我揾唔到沉香嘅話，我可能個台都唔會有咁快可以做到一啲業績或者成功。我先感謝你們先幫我刷一排愛心，
好不好？星期天時間是對，嗱，而家我問啦，OK，this Sunday， 對呀，快樂，你好醒啊你，嗱 ，OK，我現在認真問一件事情，星期天是我的 Hello actually 係我個菜肉包，星期天是他1歲的生日，但是我想跟你說。因為你每天做海外做直播，對，很多時候都在外面。嗱，我認真問下好唔好？一齊答我得唔得？如果咧 ，OK， 點解個高級沉香唔喺呢個台賣？我唔夠膽賣，我賣你會支持咩 ？BB 講真嘅喎，268蚊，哎，先不講咁多 ，OK。我的寶寶不在這裡的，我的寶寶呢就是卡門的媽媽帶他的，因為我經常不在香港，所以呢，他媽媽呢，卡門的媽媽已經帶最起碼10多個孩子，他也很喜歡帶孩子，現在他已經退休了嘛。OK， 這個是第一啦。第二，我們生出來之後就問過他媽媽，哎，能不能幫我帶孩子？如果不行了，我就找我媽媽，還是再找多一個工人姐姐一起帶我們的孩子。然後呢，他媽媽答應了。所以呢，很多時候呢，我們在香港呢，我們就是中午睡醒的時候才去看茶油包。所以晚上呢，我們很多時候沒有帶他回來我們的家，明白嗎 ？OK， 因為他的生日和我已故的母親是同一天啊。OK， 哦喲，沒有所謂啦。OK， 快樂。來，我問你們，認真的問你們，星期天你們要上班嗎？星期天你們有空嗎？如果星期天呢，我們開一場中午的時段，跟我們的孩子一起開工。我想問呢，你們有空嗎？你們會看嗎？如果你們會看的，認真去打 yes。如果真的沒有空，真的看不到，你們就打 low。OK， 我500蚊1982手串都支持咗你啦，真的嗎 ？BB 有買1982嘅手串咩？我真的不知道嘞， OK， 那個寶寶不是他的，是卡門媽媽的，對，沒有錯，個寶寶唔係我嘅，你的工人姐姐還在，已經回來了。我認真問啊，如果星期天6月28號 Jensen stay together John OK， 什麼？等一下 Jason stay together， 對，他們是住在一起的。我真的問的 OK， 如果我改過去2點半還是3點半，你們有沒有空看？因為我再說多一篇呢，他只有中午有時間，因為呢，我個仔我話俾你聽，我個仔呢已經俾人 book 滿晒嗰啲日期啊，夜晚9點鐘肯定冇時間，因為佢飲奶瞓覺。咁咧，我個仔咧只有中午嘅時間咧2點半、3點半咧先可以同佢一齊開播。咁你哋有冇時間呢？各位姐姐哥哥 ，Hello Dollar Slim 你好 ，OK， 李張 Chim 你好 ，OK，Hello Dwayne 你好，真啊 ，Amos 哥哥。哇，好開心啊你！一起身把舞，活就不滿，發泄你苦悶。Amos 哥哥唔係天，琴日定前日啊，真係睇草蜢演唱會，哇！不知不覺錯包，快2歲了 ，OK， 係啊，星期天 ，OK， 開中午溫多一次，有空的朋友打一排 yes， 好不好 ？OK， 因為咧，好想俾你哋睇下佢，但係夜晚又冇時間睇。咁佢1歲咯喎，咁一定係要俾你哋各位望下啦，係咪先？2點半啦，有沒有空？對唔住，撈哥，老虎約咗我放飛機，後果好嚴重，沒有所謂。OK， 老虎，你試下放你老虎飛機啊嘛！你為咗見你個細佬。你試下約你啫，你試下放你嘅老虎飛機，考得唔得？佢卡啦，因為星期天菜肉包生日，對啊，菜肉包生日啊 ，OK， 第1個1週年，第1個週歲，係咪週歲啊？第1週歲 ，OK， 你們會參加嘛？最多我多啲攞啲禮物出嚟送俾你哋，好唔好 ？OK， 喂，講。
未咁快啊！我開緊直播啊，11點啊！你等陣先嚇，等陣先嚇。你講多次啱啱講句説話。可唔可以買幾下點一個鐘嘅嗰啲陳香俾我買幾下？得啦，你上嚟先講，你上嚟先講。好。你聽唔聽到我朋友講咩啊？我朋友咧，我認真講㗎。OK， 我唔係夾埋㗎。我個朋友咧就嫁咗嚟香港，佢本身係中國人。跟住咧，我認真同你講句説話先好冇？認真講。OK， 嗱，我唔講咩名啦，好冇？我冇講咩名。咁咧，我淨係想同你講一句説話，係認真嘅。佢咧，嗱，呢個故事係我啱 OK， 我先想講俾你聽嘅啫。OK， 佢唔打嚟，我唔講呢個故事。你們先幫我分享為什麼人數那麼少。Hello Miling 你好。OK， 說廣東話啦吧。佢咧家姐個仔，佢家姐個仔就喺其中一個地方啦，費事講到咁明白啦。跟住咧，佢個仔咧，即係佢家姐嘅仔啦。OK， 我稱呼佢做 A 咧。OK，A 先生咧，屋企本身好有錢。Cecilia你好。OK， 佢屋企本身好有錢。咁但係咧，當佢個仔呢個叫做出咗市面做嘢之後，經常好似佢哋話，佢好似鬼上身嘅，好成日做啲嘢咧冇離婚傳嘅，成日咧做啲嘢俾人呃嘅。我盡量啦，最多入男廁睇下，真係可憐。跟住咧 ，OK， 佢做咩生意都俾人呃。OK， 佢翻嚟俾我聽啊。OK， 佢話翻俾我聽啊。跟住咧就染上咗賭人。然後再染上埋毒癮，好多時 ，Hello Katie 你好 ，OK， 冇搞大 Happy birthday party 啊，有啊，星期六，唔係星期天 ，sorry， 即係咧，你哋要唔要聽先？真係真事嚟，跟住咧。佢媽咪咧都已經放棄佢。Hello for Wednesday， 佢媽咪咧都已經打算放棄佢，成日無端端會有啲收數佬上嚟收債、收數，經常咧就夜晚喺度大吵大鬧，經常喺屋企度夜晚大吵大鬧，跟住 OK 仲染上咗毒癮。OK， 我講真嘅。跟住咧，上一次咧，佢就上嚟呢度打牌。OK， 佢即係我認識啱啱打嚟呢一個，佢就上嚟打牌。跟住咧就將呢件事話咗俾我哋聽。你們聽得明白嗎？他們將把這個事情告訴我們。OK， 我們就說，要不然這樣子啊，他見我那邊很多錢山在那邊嘛，他就問我，能不能買給他一點點？我說不要買了。OK， 他把這個事情告訴我們。他說他們覺得好像有阿飄上佢身，明不明白？好似咧做啲嘢，佢話佢以前唔係咁嘅。佢話佢以前唔係咁。Hello Ivan Ho，OK， 佢話佢以前唔係咁嘅，係無端端突然之間去到19、20歲。OK， 阿 A 咧嗰個男仔突然之間咧變咗咁樣，跟住咧就問我哋，喂，有冇啲咩方法？其實我哋都唔知，我哋都唔知究竟有啲咩方法。跟住我哋當其時咧，我哋有詢問過陳香姐，喂，如果真係有啲污糟嘢，能唔能夠真係可以辟佢走咧？跟住咧，陳香姐同我哋講 ，Hello Ivan Lim， 陳香姐同我講。你哋去試啦，你哋試下去用呢啲產品啦。OK， 試下究竟可唔可以啦？跟住咧，我哋就俾咗啲勁嘅沉香，佢去 try 呢啲產品。跟住唔係同你講笑，自從
我哋俾咗沉香佢用之後咧，佢話佢個仔即係阿 A 啦。首先第一件事係夜晚冇鬼殺咁嘈先。第一件事係夜晚冇鬼殺咁嘈，冇啲大叫大嗌 ，OK， 周圍踢嘢，周圍掟嘢，你明唔明啊？Hello， 威先你好 ，OK， 然後啊 ，OK， 其中一隻香咧，跟住我再俾嗰個 spray 佢去噴 ，OK， 林美華你好 ，OK， 我冇收過錢，我同佢好熟嘅，我唔講邊個啦 ，OK， 總之你哋認識嘅其中一個阿嫂嚟，我唔講，OK， 跟住我再俾沉香噴霧佢去噴 ，OK， 跟住，然後佢自己啊，我話俾你聽啊，當其時第一日俾 ，OK，Hello Dollars Team 你好 ，OK， 當其時第一日俾沉香佢去聞嘅時間咧，佢係抗拒嘅，佢係好抗拒。跟住咧，慢慢再點下，佢媽咪每日幫佢點，每日幫佢點，喺佢門口點，喺佢間房度點。跟住咧，佢話佢越嚟越乖。嗱，我發誓啊，我真係發誓啊，呢件係真人真事嚟嘅。OK， 跟住咧，佢而家咧，首先第一件事，佢媽咪同翻佢講，就係話佢而家突然之間好似成個人好似轉變咗咁。你明唔明我講乜嘢啊？跟住 ，OK， 突然間乖咗好多，夜晚冇出去周圍玩。當然啦，繼續都有收數佬會嚟收數，繼續有人嚟收嘅錢。但係佢應承，佢突然之間佢自己應承佢媽咪，同佢媽咪講：媽咪，我以後唔玩啦，我以後唔賭啦。好似突然之間咧，成個人咧轉變咗咁啊 ！Hello JH Wong， 嗱，寧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無。佢係啱啱自己，你 OK？剛剛你沒有聽，他親自打電話過來問我們再能不能買沉香。我每一次都沒有收他錢，我說能幫到人就幫，你拿去先 ，OK？ 你去試試看能不能幫助他。他就現在越來越好。所以咧 ，OK， 其實我今天不太囉嗦賣沉香 ，OK？ 但係我淨係想同你講，好神奇。好 amazing， 係突然之間可以令到個人360度轉變，你知唔知啊？我同你講一句説話，我認真講，佢睇過好多唔同嘅醫生，或者拜過好多唔同嘅，揾過好多唔同嘅地方，即係一啲拜神又好啊，其他唔同地方又好啊，都搞唔掂，真係搞唔掂。但係突然之間，淨係一隻嘢，一個嘢。可以改變到佢而家呢一刻，你哋覺得神唔神奇？你哋覺得啱唔啱 Amazing？ 我唔需要講大話，我亦都唔需要話喂呃你哋，去突然之間要講呢段説話出嚟。佢無端端就係同我講 OK 能唔能夠買？咁我覺得幫到人咪幫咯，佢覺得可以用嘅咪攞去用咯。你明唔明我意思啊？即係我最緊要喂，如果突然之間有一刻。Hello Vincent Bobby 哥哥你好 ，OK， 即係我覺得，如果啊，你哋冇用過沉香，問心講，你哋都可能唔相信，啱唔啱啊？阿 Jan， 3個星期中4次馬票，送4次 4D， 你信唔信咧 ？OK， 如果唔係你哋自己親自用過嘅。如果冇我哋介紹，問心講冇我哋一班home family嘅人介紹呢啲產品，呢啲咁嘅產品，就咁喺個街度，喺個鋪頭度，人哋咁樣同你講，你哋信唔信 ？OK， 但係而家呢一刻，問心講，係咪你哋自己親自用過？係咪親自感受過？係咪真係有改變呢？係咪真係？可以有能量啊 ！Hello SF，OK， 超包好，星期天2點半，我跟叉油包一起開一個 birthday party， 好爆！星期天大概是2點半 ，OK， 我想問你個問題，真嘅，我想問你呢個問題，一齊答我，是不是 amazing？ 是的，打 yes， 係嘅打 yes。
你哋有冇感受過我所有嘅唔同嘅沉香？或者你哋真係 try 過嘅同我嘅沉香，或者真係可以令到你咳嗽減少，或者真係可以令到你瞓得好好，或者真係可以令到你哋 OK， 喂個心好安靜，或者辟邪，或者中獎 OK， 係咪真係一件好神奇嘅一件事？是的話，你們打 yes； 是的話，你們打 yes。能夠幫到人。係我講真一句説話啦，唔好講賺唔賺錢，我淨係想講一句説話，能夠幫到人，其實係我哋嘅福氣，啱唔啱啊？即係 OK， 幫到一啲失眠嘅人，幫到一啲心臟唔舒服嘅人，啱唔啱啊？幫到一啲經常有頭痛、經常有咳嗽、經常打乞嗤、經常瞓得唔好。經常疑神疑鬼，經常瞓唔好，真係好犀利。如果我哋冇介紹，如果當其時我 ban 咗我老婆，可能我都而家冇呢個咁嘅台。OK， 所以問心講 OK， 我都要多謝你哋每一個朋友，每一個身邊所有真真正正支持我哋沉香嘅朋友。OK， 同埋。問心講吸引力法則呢5個字，相信沉香可以許願未？沉香姐自己真係去許願，希望未來日子其他唔同嘅星球嗰個頻道可以過去，你知唔知啊？而家沉香姐自己都覺得太犀利，自己都驚咗啊！可唔可以緩一緩啊？叫佢哋唔好過嚟住啊！阿小妹咧好攰啊，可唔可以休息啊？沉香姐真係咁講。OK， 謝謝老婆。你記唔記得？你記唔記得一件事先？記唔記得我當日我已經開始點12個小時嘅真辟香，差唔多啦，7月份你要點㗎啦。其實而家都可以點，一收到你哋可以點啦，明唔明白？喂，記唔記得一件事先？你們知不知道一件事情？我那一天在陳山山彈那個琴啊，嗰個係咪叫木琴啊？定係唔知乜鬼嘢？唉，又記唔記得先？我話過會作首歌俾你聽。我今日用咗1個沖涼嘅時間，我作咗半首歌，要唔要聽？廣東話嚟 ，OK。其實問心講啊，如果我唔做直播，一早就要做啲咩？做作詞人啦，做創作人啦，啱唔啱啊？我話俾你聽，卡文旺夫啊，我真係作咗出嚟㗎啦。OK， 頭先我用咗真係一個去咗個洗手間沖咗個涼，我同你講作呢段嘢我都唔使15分鐘嘅時間，我就已經作咗出嚟。你哋要唔要聽先？我老婆都唔知我作咗呢首歌。我老婆淨係咧 ，OK，Hello Irene 聽你好。我老婆咧 ，OK 好細段嘅，好細段嘅啫。要聽嘅打 yes， 唔要聽嘅 ，OK 話唔要聽嘅就打 no。我老婆都唔知我作咗啊。Hello Anna Call 你好 ，OK 真嘅。要就打 yes。點長壽香心情好舒服，聞咗好 relax。其實我哋好多香都好正。我覺得啊，唱一段嘅啫，一段嘅啫。唱完之後，我老婆會好開心。Yes or no? OK, I just OK。喺度等緊防疫香啊嘛，防疫香你真係。剛剛好像周麗說今天收到，很喜歡。有人收到啦，撈哥，姐姐你今日收到藥香啦？收到啦，快點去點。好不好聞？好不好聞？長壽香啊，我每天都點。我們每天都點啊。你看我的爐啊，多少灰，我每天都用嗱真的。OK， 你等我陣先啊，你等我陣先啊。OK， 嗱，聽住。OK， 嗱，幫我刷一排大大愛心先，大大力嘅一排愛心，好冇 ？OK， 我要 OK， 等我陣啊。OK， 來。刷一排大大的愛心，1段而已啊！我不唱多了。Are you ready？ 準備啦！你聽得明廣東話噶嘛？準備
好緊張。今天你每日等住我開播，懷着興奮的心，天天在笑我。Hong Kong Home Life， 若有一天不開播，天空海闊，你與佢再抱怨，忘掉過去一生不羈放縱愛自由，哪會怕有一天會跌倒路？我要謝謝我老婆，她每天幫我，哪會怕有一天只你共我路？我要謝謝 Patrick 羅，他每天幫我，哪會怕有一天只你共我？你們覺得 O 不 OK？ 你們自己說。我用咗15分嗱，我送巴啊，我沒有跟你開玩笑啊，老婆，我先係咪啱啱作嘅？係咪？我點知你喺廁所，唔知你喺廁所送巴。我要謝謝我老婆，她每天幫我，哪會怕有一天只你共我？好聽的嗎？你們認真說。OK， 雖然我唱得不好聽，但是我問你，作得好唔好 ？OK， 你哋自己話好定唔好？啱啱用咗15分鐘零30秒，喺個廁所度踎住 ，OK， 然後踎下，突然之間就攞個花灑淋下個死人頭，然後就攞個花灑度唱歌。我要謝謝 Patrick 羅，他每天幫我。好唔好聽？認真嘅，你哋覺得得唔得？認真嘅你自己打留言。你們覺得歌詞作得可以嗎？可以嘅打可以。OK， 其實我話俾你聽一件事，我咧因為咧我係8點鐘先翻到屋企嘅啫。真嘅，我係8點鐘先翻到屋企，我好掛住錯包，係咁同阿錯包度玩，跟住同哥哥喺度打機，又買咗好多遊戲俾佢。跟住咧，我哋8點鐘先翻屋企，因為咧，其實我好想一件事係咩咧？好想將你哋每一個你哋嘅名擺落首歌裏邊，但係因為時間唔容許嘅關係，所以暫時呢一刻就作住呢首歌先。OK， 認真嘅接受嘛？過關嘛？你們覺得 OK 嘛？實況嘛？有啲辱華咯，不過收貨。嘿，你真係開玩笑。OK， 為什麼要用這首歌？每次都要唱這首歌，作曲太棒係嘛？因為點解我要用呢首歌咧？嗱，我講真啦 ，Ivan Sir， 點解用呢首歌咧？如果我用一啲唔同嘅廣東話歌，我怕你聽唔鬼明。嗰首乜鬼嘢歌嚟㗎？咁我倒不如揾一首 OK 深入民心嘅歌作俾你聽，跟住 OK 咁咪好簡單一件事咯。OK， 咁你大家明我唱邊首歌？你哋話咯，我唱邊首歌？你哋打出嚟，你哋第一個打出嚟，我叫卡文送份禮物。OK， 我自己送份禮物俾你哋。頭先我 OK， 我唱我嗰首歌曲本身係咩歌？今天我唔係今天你每日睇住我開播，唔記得咗啦。OK， 我要睇翻個電話，我先記得咩歌。你哋自己打出嚟，你哋肯定識啦，係嘛？呢首歌啱唔啱啊？我下次啊，如果啊萬一啊真係有機會啊粉絲見面會啊，我可以啊上台唱歌啊。係啊，林美華喜乜鬼嘢歡你啊？唔係喜歡你啊？有冇搞錯啊？如果我下一次 ，OK， 嚟 ，OK， 呢天 Carol PM 入面海闊天空啊，乜鬼嘢喜歡你啫？哎呀 ，OK， 嚟，LITINGCORAN，OK， 你 PM 入面，我送你禮物，媽咪攞個杯嚟，杯，唔該媽咪。OK， 送呢個幾年，好似係嗰個，係啊，喺嗰度其中一個。OK， 嚟 TLITINGCORAN
AL，OK，你自己 PM 入面啊，送給你。Hong Kong Home Life 的 OK 一個玻璃瓶，OK，然後啦，你看清楚啊 ，OK， 把你的電話放上去，可以用看手機的。來，喜歡嗎？等一下我看不到留言了。OK， 我會聽廣東歌，我最喜歡廣東歌，就是咯。下一次咧，真係嘅。嗱，我問你一句説話先，我問你 Max 哥喜歡嘅歌啊？唉，你嘅 Uncle Max 冇鬼死唱啦，係。我嗱下一次，如果啊，我認真講嘅，下一次你哋支唔支持先？我好想做一件事，就係下一次咧，將你哋所有嘅名，OK，盡量啊，用你哋個名咧，跟住咧做乜嘢咧？擺落首歌裏邊，咁咧令到你哋每一個朋友咧，撈歌唱得很好聽。Of course，講笑嘢，嚟想聽多次啊！嗱，我唱多次啊！今天你每日等住我開播，懷着興奮的心，天天在笑我。Hong Kong Home Life， 若有一天不開播，天空海闊，你遠去再抱怨。忘掉過去一生不羈放縱愛自由，哪會怕有一天再跌倒 ？Oh no！ 我要謝謝我老婆，她每天幫我，哪會怕有一天只你共我 ？Oh no！ 我要謝謝 Patrick 羅，他每天幫我，哪會怕有一天只你共我？愛心啊 ！OK 嗎 ？OK 呢首歌就唔會再唱嘅啦。我下一次我諗下，你知唔知啊？我下一次諗下，如果我真係萬一有機會啊，可以啊喺粉絲見面會啊可以唱歌啊，我作首更加厲害啲啊！收到防疫香辣，現在在點？味道真的很好聞，好舒服。OK 嗱，答應我啊！收到防疫箱的朋友，真的每一天要點，真的每一天要點，能不能 OK 相信我啦 ？OK 每天都要點。OK， 因為呢，我們是，故意給一個最好的價格，給你們好好保護你們自己，你明白嗎？真係好想第一個，唔好講嗰啲，唔好再講話咩賺唔賺錢啊！我淨係好想 OK， 你哋新加坡嘅朋友，好好保護自己，好好照顧你哋嘅身體。我同你講，防疫香，spray 口噴，哇！支口噴犀利到不得了。哇！真係好犀利之後，我唔係同你講笑啊！我支口噴啊，犀利到不得之了。OK， 你哋有冇見我啊？我同我老婆就日日喺後邊。我同你講，唔係同你講笑。嗱，我認真同你講一句説話先，好認真同你講個説話。OK， 多謝撈哥收到防疫香，沒有，我要謝謝你們才對。我要謝謝你們才對 ，OK？ 你們在背後真正去支持我，不要謝謝我。你們聽我說，最好早上一篇，中午一篇，晚上一篇。你們聽清楚，真的把所有病毒隔離先。你哋要好好保護你自己。嗱，我再講多次，好好保護自己，免受傷害，明白未 ？OK？ 阿朱啊，愛朱你放心啊。我已經叫Betty 已經打了10多關給你，你真的要好好保護自己。還有我跟你們說 ，Hello Ella， 呢一個產品，如果喉嚨痛一味噴，唔係啊，如果喉嚨痛唔係淨係喉嚨痛咁簡單啊。OK， 我淨係同你講，有邊個冇買過呢個產品？有誰真的是沒有收單？喉嚨痛啊、咳啊、有痰啊、你知唔知氣管唔好啊，一定要用。你知唔知有一件咩事？我同你講，珍珠都冇咁真 ，Miss Mo 病咗，係唔係？你哋睇住 Miss Mo 病嘅 ，OK， 沉香薄荷，沉香加薄荷味道，淡淡嘅沉香味道，跟住有啲薄荷，
好舒服啊，我覺得。而且咧，我真係啊，呢幾日咧，我係咁持續噴。我每朝早起身咧，有少少嘅痰，有少少痰吐到出嚟。因為點解？因為沉香咧，佢呢個咧係針對我哋嘅肺經啊。因為我哋 COVID 咧就係個肺唔好嘛，所以呢個咧係唔會令到我哋咁容易發炎啊。我哋點解成日話肺炎？肺炎就係佢個細菌喺個肺入邊，你個痰啊，你啲菌啊喺個肺入邊，你出唔到嚟啊嘛。Miss Mo 啊，你哋有冇睇啊？但係不過唔好睇。佢咪病得好嚴重，我將我手袋嗰一支馬上俾咗佢，叫佢即刻無時無刻你知唔知啊？跟住佢用咗1萬日，佢第二朝掠咗咁大嚿痰出嚟，係卡住個洗手盤。我想問你哋先，你哋有冇食過三文魚壽司？佢掠咗嚿三文魚壽司出嚟。其實有相㗎，但我唔想俾你睇，唔可以俾你睇。好核 OK，突。上邊係紅色嘅嘢，下邊好似一嚿飯咁。佢掠咗出嚟，佢掠咗出嚟之後 ，OK，他吐了出來之後，整個洗手盆不能沖水。Hello，做 OK， 卡住。我想問你一個問題先，嗱，我認真問呢個問題，媽咪，我寄俾翻我先。OK， 有邊個係冇買？有水沒有沙單？沒有沙單的朋友打一個1號。我認真說啦，其實沉香就叫我唔可以再買呢個價錢，我淨係同你講一句説話係乜嘢咧？我天天每一日都同一啲真係有生病嘅人喺埋一齊，啱唔啱 ？OK， 我同你講一句説話，點解我哋日日都唔夠瞓？沒有買得打2號。你收到你要用，肯定要用啊！你不要等你生病才用，知道嗎？保護我們自己。認真說，沒有沙單的朋友你打一個1號，沒有沙單的朋友你打一個2號。撈個聲音很好，謝謝你 SSL。我講真嘅。我話俾你聽一件事係乜嘢？大家都知啦，未來係細菌年代，未來係一個病毒嘅年代。OK， 沒有買過打1號、2號、1號、2號。我同你講認真一句説話，喂，口噴淨唔係可以口腔清新嘅啫咩？淨唔係口腔可以殺下啲菌嘅啫咩？我同你講，大家都知我有乜嘢啊 ？OK， 我同你講，我阿撈 OK， 之前係咪台灣？我過去台灣啊。我係咪有敏感牙齒啊？我咪同你講咗啊，然後我同你講乜嘢事咧 ？OK， 跟住我隻牙齦發炎啊嘛，係咪啊？我用完佢，我完全冇事。仲有我同你講一句説話，你記住日日噴就得啦，因為你每一日你記住，就算你唔打開個口，你都要 OK 呼吸嘅。當你唞氣嘅時間，你記住空氣會唔會有細菌？空氣一有細菌嘅時間，你個鼻、你個口腔係連埋一齊㗎。對，耳鼻喉係通。耳鼻喉係通㗎。我淨係同你講呢支嘢神奇到不得了。Miss Mo 當日病到5顏6色嘅時間，我話俾你聽 ，OK？ 當其時我哋就係俾咗呢支嘢。明天收到對嗎？Everything 你肯定要用，相信我。呢支嘢我麻煩你每一個人必須每一日最少起碼噴5、6、7次。對，真的。我哋冇停過㗎，我哋係冇停過㗎。喂，大佬啊，你諗下 ，OK？空氣污染、細菌感染係飛沫傳染。你身邊撈哥你好，請問收到1997 OK？ 8個沉香斷了幾個 OK？ 你 PM 入面可以再點嘅，或可以再許願，可以更加再去許願嘅。但係你斷得多嘅，你可以 PM 我入面，好嘛？入面 OK？ 嗱，你聽我講，沉香斷咗可唔可以再點？可以，可唔可以再許願？可以，絕對可以。但係斷得過分嘅，你 PM 我入面。我仲係講翻呢件產品。呢件產品最大嘅特點係乜嘢？如果你喉嚨有喉嚨痛、有咳嗽、有痰 ，Hello Jenny 你好，聽我講，最緊要如果萬一有痰，你有冇發覺好多時 OK 上氣唔接下氣？好多時當你呼吸嘅時間，你個鼻會塞住咗，有好多鼻涕會擋住你個鼻，經常要 OK 攞紙巾係咁順。我同你講，當日 Miss Mo 就係咁啊，係咁。我喺我哋隔離不斷咳嗽，咁我同你講，我又唔可以講啲咩。我話喂 Miss Mo，我哋真係用呢支嘢，跟住喺我隔離不斷喺度擤鼻涕。我唔係介意佢啊，我並唔係介意佢。我講明先，我同你講，佢用咗2日嘅時間，2日嘅時間，佢係冇食過任何藥，因為佢冇睇醫生。
沒有，好像有啊，那個他們中國買嘅。OK， 中國有買咗藥俾佢食，對但係咧，他平常吃開的藥啦。我同你講，對一支咁嘅嘢可以令到你嘅口部清新。最 OK？主要你嗰啲痰唔好積住喺入邊，你就唔會病咁耐。你明唔明啊？將細菌吐咗出嚟，佢就好快會好翻啊！好快會好翻。如果唔係，你留咗喺身體入邊，就會好容易肺炎咯。點解成日就係 Covid 咁恐怖？點解會咁恐怖？就係因為細菌喺身體入邊會影響好多嘢，會影響我哋嘅肺。因為以前我哋曾經中過，本身個肺已經弱啲㗎啦。所以請問1982這樣用嗎？Hello Jenny Sweet。1982你就點它，然後許願，就大概好像這樣子。你要許願就許，你點完之後，你你放在那個黑色的那個防腐面就可以啦。最緊要我同你講一件事，聽清楚，你哋好多時好想去盡力，你哋保護你哋嘅小孩子，咁你點樣去保護啊？我話俾你聽 ，OK， 你咪叫佢每日去噴咯，因為佢哋每日返學要對住10幾20個唔同嘅同學。你記住，小朋友係唔識點樣保護自己㗎。就算好似阿哥哥咁大個 ，OK， 佢哋都係唔識保護。你叫佢去噴，喂，有冇搞錯啊？我飛過去新加坡，我對住佢哋又係生病，我對住愛敏又係生病，我對住思婷又係生病，然後我嚟到呢個廣州，我又對住 Miss Mo、Kevin、木蘭，全部人生病。真的，你們有看到嗎？有看到。但是我跟鬧哥每天跟他們在一起，每天跟他們在一起。為什麼我會噴那麼多次？其實我自己也緊張啊，說真，因為我回到香港，我要去看我的菜包，所以我要好好保護我們自己，所以我才每天拼命用。然後我也跟我媽媽說，一個是20摩，如果沒有記錯，其實用得好快，用得好快。因為我們用的比較多，因為現在是敏感的時段啦，所以我會用多一點啦。我告訴你，這一個不是5日用一次，我自己。對，大概這一個不是說讓你口腔清新什麼的，這個是小 case。最主要就是不要那麼容易感染。還有如果我們生病的時候，我們把那些毒啊也可以排出來，不會再困在我們身體裏面，這個才是最重要。同埋最緊要一件事係乜嘢呢？ OK， 你記住，人與人之間要互相尊重。如果突然之間你嗰日瞓得唔好，你自己有口氣，你係唔知嘅。我話俾你聽，聽一次，你每日去噴佢，佢可以令到你個口腔清新。裏邊係咩味？我講多次，薄荷加沉香。如果你發覺你真係喉嚨痛嘅話，嗱，我教你一件事係乜嘢呢？直接 OK 擺入啲去噴。如果你嘅牙齒牙齦，你覺得有痛有麻有酸嘅，直接噴牙齒。明白？呢支嘢神奇到不得了。我知道你哋未收到嘅，因為呢隻係新產品嚟。OK， 我淨係同你講，你哋想唔想進沉香？相信的朋友打上先。對，真的要用啊！這一個不是普普通通的一個口噴啊，真的，因為哪天我沒有為意，為什麼我每天有一點點痰吐出來，我還以為我自己想火。然後我聽到 Miss Mo 分享，他用我就是這幾天拼命用，因為有些時候有可能呢，我跟鬧哥也有感染的一點點的細菌，但是因為我們身體可以排出來，我可以排出來，它就不會讓我生病，你明白我意思嗎？因為香港啊，最近啊有幾個小孩他都中了 COVID， 但是他們的家人都沒有中，小孩中，所以我非常緊張，我不想讓我的菜包有什麼生病啊不舒服啊。我唔係呃你嘅，我真係唔係呃你，就算你加一我都覺得你唔夠，點解啊？你幫我排俾你身邊所有唔同嘅人，真的，你幫我全部送俾你身邊所有你要保護你自己心愛嘅人。我淨係同你講 ，OK， 一支啊，我自己噴啊，我係咁不停噴，我冇停過嘅，大概一支係噴5日。但係如果你平時嚟計，你記住啊，尤其是如果有食煙，成日食煎炸嘢，如果你發覺經常你經係喉嚨痛或者夜晚唔夠瞓嘅朋友，你用呢個產品。OK， 相信我都冇看過這個產品，可是我自己是個星期很忙，都在我家 OK 照顧他的工人姐姐，翻去菲律賓，冇問題。OK，嚟，我再講多次，
呢個產品咧係新產品，我淨係同你講未來日子佢會再升翻價，佢會賣翻原價。你記住，你下一次買咧係最多只有5支，因為牙肉敏感飲凍嘢有幫助嗎？我就係咁，我就係咁。OK， 我做完嗰次喺台灣做一個大手術整隻牙之後，我就有敏感牙齒。我而家用咗佢，你唔好話飲凍嘢啊，我食雪糕都冇問題啊，真係冇問題。我唔係講笑啊。OK， 嗱，我講多次，下次你哋第一批貨收到之後，或者我今日再介紹呢批貨，你再收到之後，你哋到期時賣嘅價錢係會得5支。我今日會再做多一次 promotion， 嗱，相信我。真係相信我，你唔好話我今日俾好多你，你今日相信我，唔好加1，你敢加2，因為呢隻產品如果中國一賣一爆 ，OK， 佢一推貨都拎唔到，佢一推廣呢隻產品嘅時間咧，如果中國一推廣啊，因為我叫佢做出嚟嘅，我叫佢做出嚟，中國一推呢隻產品一爆就大件事啦 ，OK， 你唔開。過期唔驚嘅，冇過期，唔會過期啦，新產品29年啦。OK， 嚟聽我說，嗱，2029年2029年啊，我有28套，29年真係相信我哋。我唔知你之前有買冇買，呢個價錢真係好抵，我唔係講笑，真係好抵。咩 Pinko Piece 原價一支38蚊新幣，原價一支38塊，現在 K99 K99 88塊，之後是5支，之後係5支。今日你再落單嘅，我送多3支俾你 K99 加你要嘅數量。沒有可能的，老哥真的誇88塊8支。每一支11塊錢，可以令到你嘅口部清新，可以令到你哋所有嘅細菌由你呼吸嘅空氣，由你打開嘴巴 ，OK， 當你去唞氣嘅時間，當你接觸一啲唔同嘅嘢嘅時間，將所有嘅細菌全部隔除。尤其是你之前曾經中過 Covid 嘅朋友，相信我，88蚊8支，每一支係11蚊。我淨係同你講，你相信我，你用呢支產品，我唔理你。OK， 屋企10歲嘅小朋友、8歲嘅小朋友、100歲嘅老人家 ，try this one。哇 ，try this one。OK， 來，這個我告訴你們，因為這個不是普普通通的口腔清新，它不是針對我們 fresh 的。當然你用它會 fresh， 但是它最主要的功能就是阻擋啊我們現在的病毒，明白嗎？還有如果你生病的時候，你更加要用它，因為我們經常都是呼吸道感染那些細菌啊、病毒啊，這個就正好幫我們保護我們的口腔。還有如果你真的有生病的話，你跟你家人溝通的時候，你不會從口水飛沫去感染俾你嘅屋企人，而且佢真係最好嘅一樣嘢係，佢真係可以將我哋個肺入邊發炎，我哋嗰啲龍痰嗰啲細菌真係可以排到出嚟，明唔明白我嘅意思啊？因為我哋最容易感染肺炎就係因為入邊有細菌有痰。你有冇成日聽過啲老人家同小朋友成日要去醫院嗰度抽痰？點解？因為你太多痰積聚喺身體入邊就會發炎。沉香就係、沉香係可以幫我哋行氣理氣平喘，沉香喺我哋肺部，兒童他小學開始就可以用了。如果小孩子他生飛滋啊，生歐沙，你們說歐沙，你可以直接噴它，比如說他生一個，你直接噴，直接可以噴，明白嗎？這個其實很小的朋友都可以用，但是他接不接受有一點點薄荷的味道，明白我意思嗎？微信。所以如果他是小學的，就已經可以用了。還有如果你經常發現自己喉嚨有一點點不舒服，你就用。還有如果你做工的時候，你旁邊有個人生病，你馬上去用，因為它也可以保護我們的口不會感染。Expiry Day 2029年，這個是最新的品來的，所以你們放心，肯定不會過期。你想象一下，它是沉香啊，那我給你們88塊8瓶。
才10塊一瓶，沒有可能你隨隨便便在外面買一個口噴，大概都可能要10多20多塊，對不對？但是它是沉香來的，沉香對我們最後7套，我這一趟啊，我忘記拿2本書回來，下一次我拿回來，我慢慢跟你們說。因為沉香山的負責人就是汪科元，他是一個很有名的中醫師，還有沉香他們這一些。它不是隨隨便便做出來的。2029 20毫一瓶，20毫一瓶啊！2029年你們放心 stock up 起來，因為現在已經在爆了，現在已經在爆了那個疫情啊！它一爆起來，我們真的拿不到貨的，好像我們的藥商一樣，你明白我意思嗎？因為我跟老郭很想你們好好保護自己，趁他們利坤他們在中國還沒有賣的時候，我們趕緊收起來。阿周打出來，一瓶是20毛 ，expire date 是2029年。我跟你說，你肯定用到完的。中國一賣啊，它一天已經賣得完了，你明白我意思嗎？所以這一個還有啊。下一次我拿那個書回來，為什麼？因為他們啊，沉香姐他們就是全中國能夠沉香可以進藥的。還有，如果我們有心臟不好的朋友，我們是不是說過我們的精油是可以用來救命的？對，這一個因為它裏面也有沉香，如果心臟有不好的朋友，心悶悶的，突然之間在街上，你沒有精油怎麼辦？馬上噴這一個，噴在我們的脷嘅底下。石頭下邊，因為為什麼我們是不是心臟不好的時候，我們要吃救心丹的時候，是不是放在我們的淚底？我們的心臟不好的朋友，我們救命的哪一個藥，是不是放在我們石頭的下邊？冇錯，因為石頭下邊，它很多血管可以直接給我們心臟，所以如果有心臟不好的朋友，突然之間你在街上，你什麼都沒有，你馬上用這個噴你的石頭下邊。因為馬上幫你通血管，因為它裏面有沉香精油在裏面。我唔係同你講笑，真係好有用。我唔係講笑噶，OK，喂，你睇住我哋而家冇心病，當然我哋有用藥香，但係最緊要係乜嘢？我哋每一日喺一個細菌嘅空間，日日同一啲唔同嘅真係生病嘅人去接觸，我哋點解會冇事？原因係乜嘢？你記住，我係同 Miss Mo 拍㗎，我係同佢喺隔離咁樣做直播㗎，我都冇事。原因係乜嘢啊？OK， 我日係咁噴，係咁噴，因為我俾埋 Miss Mo 兩個一齊係咁噴，佢咪好快康復咯。你明唔明我講咩？最後5托啦，唔係同你講笑啊！下次我賣88蚊只有5支，因為而家呢個仲係新品，我俾你去試。嗱，記住，小朋友用得，99歲嘅老人家都用得。OK， 唔理你小朋友定老人家，仲有我同你講一句説話係乜嘢？裏邊係有沉香精油嘅成分。嗱，你哋記住，我哋之前買沉香精油，所有食得嘅精油係唔係好貴？最起碼要168、178、188。我哋呢一支就係食得嘅精油提煉出嚟嘅。如果我話俾你聽，曾經中過 Covid 嘅朋友，麻煩你日日去噴。我唔理你幾多點、幾時、幾刻、幾秒都好，你去噴佢。第一，你口部清新；第二，我話俾你聽，幫你消炎殺菌；第三，當你食完一啲煎炸嘢，你驚喉嚨痛、喉嚨發炎、喉嚨唔舒服、有痰、咳嗽，你去噴佢。我淨係想同你講一句説話係乜嘢？喂，我話俾你聽啊！我有敏感牙齒，我有牙痛，我都去噴。而家我敏感牙齒冇咗啦，仲有。那個你拿住，我給你們看一點東西啊，你們看啊。沉香為什麼我說它可以幫助我們的痰？沉香可以納氣平喘行氣，可以幫助我哋舒緩我哋氣管啊。所以如果我們氣管有收縮嘅，也可以幫助改善胸悶。咳嗽痰多，為什麼我用完之後我有痰 ，Miss Mo 那麼大那個痰出來，就是它真的可以，還有抗炎、抗氧化，有沒有看到？還有啊，平喘啊，我哋胸口啊，頭先我講我哋胸口嘅問題啊，而且佢係非常對抗炎發炎係非常好嘅，喺醫學上面亦都係研究嘅潛力非常好嘅，所以它抗炎。對，它抗炎，還有幫助我們的痰，這個很重要。還有很多小孩他不懂自己吐痰出來，對啊，為什麼我們要去醫院要幫他吸出來、抽出來？就是因為啊，在裡面就會影響很多。你一肺炎，你就很多東西就來了，明白我意思嗎？老人家最怕就是肺炎，很多老人家最後也是肺炎。
護士不好離開，對不對？所以這一個真的很難得，陳先生幫我們做一個出來，撈哥還給88塊8瓶，這個沒有可能，因為我們能吃的精油啊，牙齒敏感有幫助，因為為什麼？因為我們敏感，我們會痛，我們神經對不對？也會敏感，但是沉香就可以幫我們平衡我們的神經痛，然後呢，它可以幫助我們行氣理氣。沉香有一個非常好的功能，就是消炎止痛，所以如果我們有發炎的牙齦發炎的也可以。如果我們就是有，我就是有，對我們口裏面傷口瘡非常非常好。但是這一些都是小 case 啊，它最主要真的可以幫助我們抗發炎。我們最怕就是我們的肺部發炎，所以今天撈哥可以拿出來。如果你們可以的，你為什麼？因為才給你們大概10塊1瓶，你收起來。如果你的親朋好友，你的好的同事，你好的鄰居，他們萬一真的有什麼，你給他用1瓶，你送給他，因為這個也是幫助人的。好像我跟撈哥賣這個 price 也是幫助人的，所以你們可以你收起來。如果你真的你的好朋友、你的家人們有什麼不舒服的時候，你給他去用。收發就算你沒有中，你只是普通的感冒，它都可以幫助我們很快好起來，明白？最後6個尾嗰張， Last 我話俾你聽，我一共攞咗30瓶翻嚟，我得翻最後3瓶，我真係得翻最後3瓶，我派晒俾我身邊所有嘅朋友，我阿媽我一定俾2瓶佢媽咪2瓶，我阿婆俾咗5瓶。原因係乜嘢？你記住，每一個老人家，每一個人都會接觸到細菌，尤其是你要記住，小朋友都可以去用。我淨係好想話俾你聽，呢一隻產品下一次真係會起價，下一次係會價錢係88蚊5支，因為我哋冇可能基本上成日都要做一個叫做蝕本嘅生意。我哋好想一啲產品你哋去試，好簡單一件事。之前我係咪叫你哋一定要買藥香？今日你哋收到味道好唔好聞？味道香唔香？啱唔啱？我淨係同你講呢個產品可以幫你一個喉嚨，幫你個嘴巴，幫你個鼻腔有一個保護網，令到所有嘅疫情，令到所有嘅咳嗽，令到所有嘅飛沫，令到所有嘅細菌全部擋住。你哋自己睇住我 ，OK， 日日同啲唔同嘅直播一齊去答，你亦都知道我好多時開2場，我係唔夠瞓，但係點解我老婆經常一啲小病小咳嘅人，到而家呢一刻老虎都打死幾隻啊？好像我的艾敏啊，是不是已經進醫啊？我其實很擔心他。我在新加坡交給他的藥商，他告訴我他已經用到完了，他沒有了。我馬上再叫 Betty 拿給他，還有這個口噴，你看，啊、我拍照給他的，你聽我說什麼？我跟他說什麼？我會叫 Betty 拿給你。有沒有聽到？我叫 Betty 拿給他，因為 Betty 是不是哪天跟我們在城鄉那邊？我馬上拿很多的藥箱，然後拿口噴，交給我的艾米，因為他就是差不多1個星期沒有說話，他那個時候嚴重到，你知道嗎？打給他，他說佢好似要做手語咁。對，他說不行，我不能說話。他一開始的時候4天還是5天沒有說話。最後2套，對，沒有了。但是他說幸好我給他藥箱，他每天馬上去點，很快好。但是他只是喉嚨痛，所以我馬上再叫 Betty 幫我拿這個給他，明白我的意思嗎？ OK，來，我最後再講多次啊。OK，等我嚟，聽我講，我最後2套。下一次如果我要買88蚊5支，希望你哋唔好鬧我。真的不要生氣啊！我淨係想同你講一句説話，我話俾你聽，呢一支產品，你記住，而家呢一刻，你記得你喺外邊好多時係點唔到香，啱唔啱？你冇可能突然間行下街揸住個藥香去聞噶嘛，咁你點樣可以保護你自己？你記住，第一就係、當你用我哋呢支噴霧嘅時間，可以令到你成個口腔加埋你個鼻加埋你個喉嚨得以保障，令到所有嘅病毒全部隔開，明唔明白？尤其是而家細菌嘅年代，我話俾你聽一件事 ，OK， 病從口入。真的。而家呢一刻有一隻咁好嘅產品可以幫助你哋帶翻屋企，我唔理你5歲以上嘅小朋友。
或者老人家有牙周病、有牙齦、有牙痛、有呢個叫做 OK 生嗰啲叫做口瘡嘅朋友，你去用佢。我同你講 OK， 你只需要每一日好簡單去噴，食完嘢之前噴，食嘢之後噴 OK。我淨係同你講句説話，現在在客廳點19盤香 OK， 之後馬上靜態1982。不愧為那麼多人中意 ，OK， 我買美式1997聞香，謝謝你，林寶姐姐。謝謝林寶姐姐，你試完之後你就知道為什麼那麼多人喜歡了。最後兩套88蚊兩支，貴咩？一啲都唔貴，每一支係11蚊星幣，唔使打針，唔使食藥，可以保護你哋自己免受傷害。我淨係同你講，我同我老婆。加埋 Miss Mo 親自試過，佢可以令到你啲龍痰排出嘅，有咩產品可以啊？呢隻就可以啦，係親自試過。OK， 最後兩套。還有在中國啊，你們都知道，他們不能做到的，不可以寫出來，有沒有看到？促進健康、口腔健康、改善醫美，還有他是拿了專利的，你看註冊商標啊，沒有其他的沉香，那個成分就是沉香。萃取物就是有沉香在裡面，明白嗎？就是它裡面就是真真正正有沉香在裡面，所以如果你們真的胸口悶悶的，你拿來噴一下。如果你胸口不舒服，最好噴你的舌頭的下面，它吸收會更加快，明白嗎？這個是針對我們健康非常非常好的一個產品，不光指我們口腔清新，明白嗎？如果突然之間你真係咳嗽好嚴重。或者你有啲叫感冒嘅狀況 ，OK， 我淨係同你講，6至8個星期啊，應該唔使，你要得我空運幾年蚊，好唔好？我空運俾你哋啦，好冇 ？OK， 但係你記住一件事，因為你們可以幫助你們的，我們會盡快給你們的。每一個朋友能不能幫我做一件事情？今天有下單的朋友，到時候你收到之後。你們收到之後，最後兩套啊，收到之後馬上去 try， 用完之後，到時候幫我打反饋出來，對，可以嗎？可以幫我打一個 yes， 可以幫我打一個 yes， 可唔可以 ？OK， 我同你講，我呢28套定29套咧，我窮麗坤要求搶翻嚟嘅，因為用咗真係幫到我自己。真的非常好，我用了大概我用咗有接近半個月啦。半個月啦。有我哋去新加坡之前噶嘛。對，半個月，大概半個月。我們第一次賣到現在都沒有，都是半個月。你們有很多朋友都收到了，有些明天會收到了，對不對？我們只是幫助你們的，我們會盡快給你們，因為想你們盡快收到，好好保護自己，保護家人，明白嗎 ？OK， 嗱，最後兩套啊，你要加你自己加。K99 最後兩套，你要的自己拿。OK， 我俾你睇佢。Yes, I'm order Aga Wood from Hong Kong. OK， 謝謝你，謝謝你，謝謝你。很快，對不對？謝謝。喂，我想問你呢個問題先。嗱，我唔知你哋有冇落單啊？我哋翻嚟即刻試啊，嗱聲試啊。我非常喜歡。哇，香到你啊！我唔係同你講笑，但我想問你個問題先。嗱，我想問你們一個問題：你們平常在新加坡，你們的家，你們呢那些衣服啊？有沒有很多是放在太陽底下去曬嘅 ？OK， 你哋係咪？佢哋咧好似有個架，跟住有個架上邊咧係有個吹風嘅，即係好似控乾嘅衣服咁樣。哦，你哋係咁㗎？升降㗎嘛，我成日見到佢哋都係咁嘅。我話俾你聽一件事，我咧香港咧好多時，大家都知道我隔離有個 barbecue 嘅鄰居㗎嘛，啱唔啱啊？我隔離一個衰人㗎嘛，係咪啊？所以我啲衫係冇掛出去嘅。我係唔夠膽掛出去，因為你點知佢會唔會落啲痕粉啊？最近他已經回去了。即係唔係啊？你唔知佢會唔會落啲痕粉啊？搞來搞去，搞呢樣搞嗰樣啊！攞啖口水落去，屙督尿落去，咁你咪死！我話俾你聽一件事嘅，以前咧我一個問題，咩問題咧？因為好多時咧，之前工人姐姐未嚟之前咧，所有嘅家務大多數80%都係本人做，小弟做。佢咧淨係喺屋企做闊太嘅啫。OK， 咁咧我話俾你聽，我其實之前都有一個好大嘅問題係乜嘢咧？就係經常曬唔到衫，因為我哋成日出外，咁咧工人姐姐就冇翻嚟。呢一度嗰陣時未有工人姐姐，我本人就係工人姐姐。咁我好多時最尾嗰間房嚟做啲咩咧？就攞嚟掛衣服。但係有個問題出現啦，
你哋有冇發覺一件事？好多時你哋所有嘅衣服，當你哋真係冇去響太陽底下度曬嘅時間咧，會有一種噏味。有一個不好的味道。你哋有冇試過有先？時乾唔透嘅衫咧，都會有呢個噏味。試過嘅打 yes，OK，我嚟聽。OK， 我帶你睇，我唔俾你睇都攞衣服啊。OK， 嗱，我俾你睇啊。收起咗你。OK， 收起咗啦。打開全部都係嗱衣服嚟。我唔係同你講笑啊，我並不是沒有跟你，我並不是跟你開玩笑啊。嗱，我俾你睇，得啦，媽咪，我知喺邊啊，你睇下。咩知喺邊就喺度咯。OK，咪咯。 OK 等一陣我收埋我啲嘢先。等等啊，嗱，我俾你睇一樣嘢先。我哋呢間房咧 ，OK， 嗱，我俾你望一望先啦。我哋而家呢間房就變成咁嘅，你睇下，好似難民營咁嘅。呢度所有嘅衣服咧，我同你講，全部都冇攞去曬嘅。但係老婆，我哋一入去嗰陣味啊，很香。香到不得之了啊！你睇下我條毛巾厚到 ，OK， 你睇下我啲衫冇其他空間嘅，媽咪你 OK 一件一件咁樣啊！嗱，你睇睇啊，你睇睇啊，媽咪慢慢嚟，慢慢嚟，慢慢嚟，你睇下，衫與衫係冇空間嘅。如果正常嚟計啊，啲衫肯定臭鬼晒，因為我同你講，我哋去咗10日，我哋去咗10日大陸。跟住去咗5日新加坡定7日啊，7日新加坡，我哋一共啲衫呢度加加埋埋係17日，全部擺晒響呢度。我同你講啊 ，OK， 我哋出嚟啦。冇啊，爸爸，你唔出嚟住啊？做咩啊？我要同你唔知道我做咗一件事，你喺度做。去邊啊？呢度啊，你過嚟。咩啊？你知唔知個洗衣珠咧香到咧？哦。你知唔知個洗衣珠咧香到咧係我中意到點樣？做咩啊？我叫姐姐同我換晒，我擺喺衣櫃入邊。嚇！代替樟腦。代替樟腦啊！你有料喎你！我全部啊！你唔做直播嘥咗你個人啊嘛！仲有啊，有啲咧，你哋咪成日話。好香。你哋咪成日話，有時我哋啲罐啊好靚，我就係咁樣擺，一個一個叫姐姐同我換晒去，放晒喺我成個衣櫃入邊。最緊要冇化學嘢啊！你哋市面上呢個係生物可分解、可降解嘅，而且係環保、冇熒光劑。嚟，我同你講，邊個冇落過單嘅？我攞18套出嚟，水尾又沙個單嘅，即刻炒掂。我拿18套出嚟，你真係有 try。我哋冇陽光睇下去曬，跟住淨係噏喺間房度，淨係叫姐姐全部曬，特登叫姐姐唔好曬嘅。我真係好中意，我一翻到嚟叫姐姐，你同我 try 呢個，同我 try 呢個，我一定要試，我一定要試。哇！跟住佢洗完衫之後，我一入屋已經聞到嗰陣淡淡嘅香。沒有買過的朋友，沒有買，你們肯定要用。沒有買過的朋友打一個8號。還有我告訴你，它一粒搞定，它可以有沉香精油同埋玫瑰精油喺入邊。兩個都係貴嘅。2粒，因為我哋嘅洗衣機大，我哋多衫。跟住然之後一粒佢可以代替洗衣液、柔順劑、留香珠，即係鎖飾片，跟住同埋消毒5合1啊，5 in 1 5合1。我同你講，佢真係好香好舒服，而且玫瑰精油、沉香精油大家都知道係貴，靚嘅玫瑰精油係唔平。沒有買過打8號，沒有買過打8號 ，OK。沒有買過的，我告訴你，你真的要帶回家。我用一次，我愛上它，非常香。然後我整個衣櫃裡面啊，我都是。撈過你屋企香港是大的嗎？還可以算是大，算是大。 OK， 7、8尺，在香港，對。我淨係同你講一句説話係乜嘢咧 ？How to use？ 很簡單。OK。就你看你洗衣服洗得多不多？如果你不是很多，你一半洗衣機的，你放1粒丟進去一起清潔就可以。柔順劑、消毒水什麼都不需要放了，放1粒就夠。如果好像我這樣子，我很大個的洗衣機啊，很多公斤的，我放2粒，我放2粒。你知唔知啊？唔係淨係我哋自己賺，
佢阿媽賺到不得之了。如果你哋早啲攞出嚟買就好，我喺你後台落單 Patrick 嘅洗衣 ，OK， 沒所謂，沒所謂，沒所謂，你現在用完了，你現在用完真係冇所謂。嗱，我認真講，但是我真的個人我非常喜歡。OK， 我就話俾你聽，這一個也是顧客叫我們做出來的，對啊，是 Christ 叫我們做出來的，因為它有兩個，它的小 baby 跟我的菜油包差不多。我就話俾你一件事，如果你屋企有嬰兒，你敢亂用一啲產品？不可以。媽 ，OK， 我個仔咁細個 ，OK， 啱啱準備1歲，沉香姐拍心口講，你小孩子必須要用呢個。因為好多時你記住，當你去洗一件衫嘅時間，如果佢裏邊有化學成分，你記住所有嘅化學成分係會殘留咗你哋嘅衣服裏邊。當你每日行街行路做運動或者飲茶食飯嘅時間，當你呼吸嘅時間，你會點啊？咪聞住你嘅衫，聞住你嘅鞋，聞住你嘅襪，聞住你所有嘅有化學成分嘅清潔劑，咪入去你個鼻度咯。它裡面已經有柔順的，我告訴你，我對洗衣服的我要求很高。我在香港我買200多塊一瓶的洗衣服的。200多塊一瓶啊，因為我要求就是我要的是環保的，它沒有熒光劑的，我要生物可分解，你問啦，降解可分解可降解。你哋嗰日有冇睇我着呢件衫開直播啊？你睇下，OK， 我哋係冇加柔順劑，冇加添加劑，我乜鬼嘢都冇加，淨係加咗咩啊？還有它做出來啊，本來是這樣子的，然後陳香姐改。他打板啊，打得大概啊10多次，我們拼命改到最後這一個，我們真的大家都很喜歡，香到不得之了啊！如果裏邊有化學劑，我夠膽咁樣聞嗎？我哋係全無添加任何嘅化學成分喺裏邊，原因係乜嘢？我要 natural， 我要殺菌，我要除臭，我要將所有嘅細菌全部殺死，同埋最緊要，你唔使再買乜嘢柔順劑，你唔需要再買任何唔同嘅有化學成分嘅清潔劑嚟洗衫。我哋要做到一件事就係沉香嘅產品，由你個頭開始，去到你個喉嚨，再去到你嘅腳趾尾，全部好好保護你哋。我告訴你，它1粒裡面有洗衣液，有殺菌劑，有柔順劑，有鎖色片。鎖色片是什麼意思啊？就是如果你 colorful 的衣服，它會鎖住你的顏色，你會沒有那麼容易洗到好舊啊，就是保留你的 colorful。如果你洗白的衣服，它就會越來越白。我每次放2粒，因為我洗劑很大。然後還有留香的，所以你洗完之後，你的洗衣機裡面很香，你整個家也很香，你的衣服也很香。你有冇聽過人哋要咧 ？OK， 攞洗衣液洗呢部洗衣機啊！而家你洗乜洗啫？你直接當你洗衫嘅時間，佢幫你燒埋毒。嗱，一盒裏邊有多少粒？50粒。每一盒裡面有50粒。OK， 我同你講啊，聽住，冇化學成分，有沉香成分。裏邊最緊要係有咩沉香成分啊？沉香精油。啊，它有標籤的。3 gram 沉香精油。佢生物可分解可降解嘅，所以你們放心啊，沒有熒光劑在裡面。未有，我同你講啊，嗱，認真講一句説話 ，BB 你啱啱打出嚟啊嘛，我有10幾盒 ，OK， 我淨係同你講呢個產品，你哋去試。嗱，香到我要擺晒喺我唔想講衣櫃入邊。我唔想講其他產品。對。我唔想講其他產品。我呢一隻產品，你懂貨嘅，你會買。你係中意沉香，你會落單。我淨係同你講，唔好同我比任何產品。我呢隻係為咗新加坡所有嘅顧客做出嚟俾你哋。可能你個心理上可能會有啲小貴，但係冇辦法。我哋嘅產品 ，OK， 你聽住，原價1盒，聽清楚，原價1盒要賣48蚊。有啲人覺得，喂，大佬，我出邊周圍去 supermarket 買，或者我去巴沙買，我求其買一罐都可能10蚊8蚊，係咪？
但係呢個產品冇辦法，我要 OK 可以用油可以嚟洗，可以絕對可以，因為它沉香啊，它消炎殺菌很厲害的。內褲、內褲可以。你哋 OK 喂，尤其是啱啊 ，Justin 你講得好啊，我嘅因為沉香殺菌很好的，你放心。我嘅內衣褲係我貼身嘅用品，你夠膽會俾一啲冇殺菌嘅嘢去用嗎？你相信沉香嗎？你們相信沉香嗎 ？OK， 但是對不起，我只有18套而已，原價一盒48塊，貴嗎？不便宜，但是沒辦法。你知道，寶寶，你知道我在香港，我用的可以除塵蟎嗎？可以。殺菌呢？當你殺菌的時候沒有細菌，就沒有蟲咯。Pauline，明白嗎？好嘢嚟㗎呢盒，真係好嘢嚟㗎。OK， 10來套而已。OK， 相信我哋，你去加。OK，Coke 是什麼？Coke 啊，聽清楚啊。K24， 18套，18套，原價一盒48塊。我跟你說一點都不貴了，因為它一盒有50粒，裡面原價一罐48塊，大概1粒1塊錢。你可以什麼都不放，只放我們這一個1粒2粒就夠，你明白嗎？今天48加48加48，大概是144塊，144。OK， 10個 kg 大概放多少粒？2粒。OK， 我都是放2粒的。2粒16，我們也是16，放2粒。K24。146不用，140、130、120，100塊都不用。我今天不是給你一盒，不是給你2盒，直接給你3盒，18套啊。K24 88塊3盒，我說明先，上一次賣 ，OK 有可能。你相信我的，你真的很好用。我告訴你，我對洗衣服的這些東西我要求很高，真的。因為啊，有一些你沒有殺菌消炎的，你的衣服就很容易有味道。為什麼我們的衣服有味道？就是有細菌。你真係去試用呢產品，我明白嗎？唔係同你講笑。你用咗，你係唔會再用其他唔同嘅洗衣產品。88塊3盒，每一盒不用30塊，但係你記住，洗內衣褲可以，洗你嘅所有嘅衣物都可以。OK， 最緊要真係幫你消炎殺菌。你記住，你每一日出去唔同嘅地方，你遇過嘅人事物，你會感受到可能衣服會有唔同嘅細菌喺裏邊。你明唔明白 ？OK， 20多塊而已。OK， 20，我同你講啊，呢隻產品冇辦法㗎。OK， 每一粒才5毛錢啊，5毛8一粒。你不需要再放消毒的，你不需要再放柔順的，你不需要再放那個鎖色啊、亮色啊。我同你講，我老婆就係放喺個衣櫃裏邊，我放很多粒，我告訴你，當佢臭丸咁用。真的。OK， 只有18套啊！只有18套，你們趕緊去查。你會很喜歡，我告訴你，你收到之後你會拿一點點放在你的衣櫃裏，你不要直接放啊，因為我怕你們潮濕啊，潮濕它就會有容易破。你把一個什麼東西裝住它，好像我有一些爐啊，我已經用了一段時間，我就放個幾粒在裏面，這樣子放在你的衣櫃裏面。我告訴你，你所有的衣服都是這個香味，我真的喜歡得不得了，不得了。expiry date 你放心啦，麗珍姐姐，因為這個是新品來的，我看一下啊，應該到29年的，對，3年29年，2029年，所以你們放心啊，因為今天我們2個品都是新品來的，新發布出來的，所以你們放心去用。這個一粒頂你們多少粒？你們看，最後10套，所以它抗菌非常好。沉香本來就是消炎殺菌是很好的。還有我們是不是經常說沉香可以去掉我們不好的氣場？你看你每一天穿的衣服都是用沉香精油洗出來的，它不光光只是沉香啊，它裏面還有玫瑰，還有玫瑰香瓜金嘅味道，我怎麼
怎么说國語這一個？你們平常是不是香水才有那個前調、中調、後調？這個我告訴你，因為它放很多精油在裡面，真材實料啊！我拍給你們看，你就可以看到。前調金骨沉香海洋嘅味道，中調香瓜、鈴蘭、玫瑰、依蘭，哦，它還有依蘭在裡面，怪不得我那麼喜歡。後調香格蘭鳳，那個我不懂是什麼來的，都是很多不同的香薰在裡面啊，所以我們用的是用香薰精油來洗衣服，不是隨隨便便的一個啊。Last 7最後7套，最後7套。我同你講啊，呢個產品 ，OK， 當你5毛錢，當你一旦用咗之後，你會深深愛上。對。你亦都唔需要再買任何嘅唔同嘅所有5嘅。毛錢裡面包括什麼？1毛是洗衣液，1毛是消炎殺菌的，1毛是那個鎖色嘅，1毛就是柔順嘅。1毛就是留香的。你諗下你屋企5毛錢幾多唔同嘅嘢，係咪有好似對 OK 好似加調味粉咁樣，好似調味粉咧，加鹽、加生粉、加糖、加蠔油，而家一粒搞掂晒。最後了他，我同你講過，你去試啦。你中意沉香嘅嘢，點解你唔去試啊 ？OK， 我而家88蚊3罐，150粒，每一粒5毫子。我淨係同你講 ，OK， 好簡單一件事。我屋企所有嘅衫，我洗咗咁多機衫 ，OK， 姐姐啊。你知唔知姐姐翻嚟？阿 Sir 啊，你可唔可以以後可唔可以早少少翻嚟啊？你可唔可以唔好積存晒所有啲衫一次過翻嚟洗，洗都洗到佢暈。我淨係同你講，當 OK 好多時間，你哋個屋企，當你洗衫冇太陽曬，好多時會有噏味。我啲衫之前就成日擺喺後房 ，OK 冇太陽曬，淨係用啲叫做抽濕機去慢慢抽濕。當你真係冇曬嘅時間，你會有陣霉味嘅啫，噏味。但係當我用咗呢一隻產品之後，我就係話俾佢一件事 ，OK 清新香味，同埋最緊要殺菌 ，OK 我淨係同你講一件事。裏邊有沉香精油喺裏邊，係人都知我沉香精油唔便宜，但係我話俾你聽，當你用咗佢之後，你會發覺你所有嘅 BB 仔嘅衫，你嘅內衣褲，你嘅所有嘅衫褲鞋襪，全部得以保護，會有一陣保護膜喺度。你去街食飯、飲茶、食宵夜 ，OK？ 你記住接觸人唔同嘅人事物 ，OK？ 有人喺你隔離打乞嗤，喺你件衫裏邊，你翻到屋企咪會傳染到人咯。但係呢隻產品真係可以幫到你，88塊3盒，原價1盒48塊 ，OK？ 最後5套 last 5 ，OK？ 今天 Cox K24多少錢？3盒，1盒原價48，3盒144塊，今天140、190都不要，3盒多少錢？88塊3盒，你們要的趕緊打扣啦！這一個你用完之後你愛上它，你用完之後你給我 review 好不好？謝謝 everyone，謝謝你們去 try， 真係用。然後你放多幾粒在你的洗手在你的衣櫃裡面，它淡淡的香味真的很舒服。什麼時候收到？空運給你，空運給你這個很貴的空運，對，這個很貴的空運。對 ，OK， 你算大概，其實我們到公司大概就是2個星期可以到公司，到我們出貨啊、空運啊什麼，然後公司排隊出貨應該會比較快的，你們放心。但是我們說肯定要說6到8整個公司的規矩。但是你看啊，我們第一次賣的防疫箱是6月頭，對嗎？我們的顧客已經收到了，現在陸陸續續收到，所以你放心啊，Jessie 姐姐。最後3套 ，Last 3，最後3套。最後3套，我同你講呢啲係產品，你試完之後你會3個字愛上它。咁點解你知我講咩嘅？愛上它。因為我真的愛上了。還有啊，我現在整個房間都是這個味道。邊個未買啊？仲有最後2套啊！還有誰還沒有買？我最後還有2套，這一個必買口噴。
口噴，求其買支口噴薄荷味咪得咯。你估可以殺菌啊？你估可以消炎啊？我對住咁多人喺身邊，前後左右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嘅朋友啊，全部有心病，我就是因為有它，可以把所有的病毒隔開。OK， 我對住艾珠，他之前我離開之後，他馬上去醫院。我對住 Miss Mo， 他吐了一個很濃的痰出來。OK， 真的，我就是因為它可以擋住他們的病毒。我沒有睡覺，沒有睡得很好，每一天開2場，我就是用這一個產品。如果你口腔有問題，如果你嘴巴有一個那些叫咩？歐沙咩？歐沙咩嚟㗎？就是生口瘡咯。生口瘡。OK， 如果你哋有敏感牙齒，如果你哋有爛牙，如果你哋曾經有試過 OK 牙齦發炎，有呢一個叫做敏感牙齒 ，try 它。OK， 我忘記曲啦。OK， 最後2套。誒，對 ，K 99 last one。OK， 最緊要係乜嘢咧？你記住，你有冇聽過耳鼻喉科 ？OK， 最後一套啊，耳鼻喉科係同一組嘢嚟嘅。當你鼻有鼻塞，當你有鼻敏感，當你有鼻炎，當你有喉嚨痛，當你有咳嗽，當你有痰嘅時間，用佢，真係用佢。呢隻產品勁到不得了 ，K 拉88塊8瓶，殺一次88塊5瓶而已啊！縮歐啦，爸爸。OK 啊，縮歐啦，我講2句就可以縮歐，幾犀利。OK， 來，最後一次 promotion， 最後一次 promotion。我老婆最愛的東西，我現在我跟你說 ，OK， 我給你看一個事情 ，OK， 我給你看啦。現在啊，這一些東西我全部都沒有用了，全部是放而已。這些香水啊，全部都沒有用。我最後有8套，你們去搶 ，OK， 什麼東西？嗱呢一個啊，最後8套 promotion 啊 ，OK， 就是我們現在最愛的。誰沒有買過？有買過的朋友幫我打留言出來，打留言先，幫我打留言。你而家係真係唔需要嘥幾百蚊、100幾、200蚊再走去買香水啦。我同你講，你市面上所有嘅香水100幾、200蚊一支，你買翻嚟得個香字，得個味道，啱唔啱啊？我哋啲香水堅咯。爸爸，你知道我房間裏面還有 D 字頭跟 H 字頭的 OK 香水啊，對，我還有很多在我的房間裏面呢。這一個我告訴你們，這一個柚子花香水，如果你們有 try 過的，幫我打留言出來好不好？因為就是給我們沒有買過的顧客，讓他們知道。因為這一個 ，Hello 香姐，這是我們的朋友來了，他要過來買沉香，他是來買。我就係同你講 ，OK 啦，真係幫我打留言 ，OK， 我送禮物俾你哋。柚子花，對，我的最愛柚子花香水。寧波姐姐，寧波姐姐她能夠感受能量的，所以她知道。寧波姐姐，嗱我講明先嚇，呢一個如果你曾經攞過就唔好再攞啦。OK， 我做咗大概3、400個出嚟，我送俾我啲街坊朋友，唔係送俾我啲粉絲。OK， 寧波姐姐有沒有拿這個？寧波姐姐有沒有之前有沒有送過給你？沒有的，你偏沒有，你偏送你一個，我送你一個。Hong Kong Home Night 我淨話聽呢隻柚子花香水啊，勁到不得之了。Kevin 啊。最近啊，愛香他，我告訴你，因為自從他用完這個，他黑到不得了。為什麼？因為我們經常說，沉香本來就可以辟邪、淨化我們的能量，對不對？如果我們的能量磁場好的時候，我們遇到所有的事都是對的，對不對？ OK， 謝謝 PMME 寧波姐姐，寧波姐姐，看我做直播以後這樣子看了。對，放在下面就可以了。OK。Why I don't have 啊 ？OK， 你幫我打留言。你有沒有用過我的柚子花香水？Boss 啊，你隨便打一個留言出來，你用過我什麼東西？對，你打留言出來。OK， 這一個我跟你們說，這個不是隨隨便 order so much for you come， 送你一個。PM admin，這個柚子花香水，我告訴你，柚子花。1年才開1次花，所以你看它多珍貴。沒錯，平常我們經常用柚子葉去沖涼，去掉我們不好的氣場，對不對？但是這一個能量給柚子葉高很多倍。
然后呢，它里面不只有紫夸，还有沉香在里面，所以这一个它的净夸功能非常非常厉害。我想告诉你们，这一个柚子夸香水是我卖那么多沉香以来，所有的 spray 它的功能是最厉害的。你知唔知而家呢一刻咧？我 Forest Link 有沒有送你杯子？沒有，你 PM admin。Irene Ting 有沒有送你杯子？沒有的，你 PM admin。如果有就不要拿 Amos 啦哥哥有沒有送你？沒有的，PM admin。P 鞋好貴嘅個杯，很香，柚子的味道。我告訴你啊，它 P 鞋非常厲害，淨誇我們非常厲害。我告訴你，你直接噴。你去到哪一個 hotel， 你去到4個角落，你都要噴。然後呢，特別是我們的洗手間，我們去 hotel 的洗手間 ，Jessie Lee PM admin 送你一個 Hong Kong Home Knife 的杯子，錢咁。因為啊，他送不是我送。這是你有沒有送過 ？OK，你自己 PM 啊，暫停啦。那今天 quota 已經完了哈，我們下次再送。如果有送過就不要拿，好不好對？OK，來繼續。因為啊，我很想你們 SH Lee，你有沒有我的杯？我要送給你啊。後生肉咧，唉，算如果有的，嗱，如果有就唔好再攞啦，好唔好？OK，來。柚子花的功能很強，我去法會的時候，它的功能讓我集中精神。我告訴你，它雖然能量很厲害的，之外，還有如果我們真的有些時候生病啊，有些時候我們氣場沒有那麼好啊，生病因為我幫你有溜脂，你跟水買的，沒有叫你擦過單。你就噴一點在我們的手，你搓台上，你一聞下去。說下啊。你整個精氣神都上來了，整個精氣神，還有這一個整個農曆7月份，你們是我最愛的粉絲，你們 confirm 每一天7月份每一天無時無刻都要用，明白吧？呢隻產品咧 ，Kevin 幫我養到好犀利，佢自從噴完之後咧 ，OK，poster 你 PM 入邊。嗱，上咪 postcard。OK， 我同你講 poster，OK， 你 PM 入面，我淨係想同你講句説話。你哋有冇睇過 Kevin？佢而家呢段時間好多時 ，OK， 有好多唔同嘅新嘅廠帶。你知唔知？你知唔知廠帶要我自己去揾㗎？我哋係從來未試過。我話俾你聽係有廠帶自己揾上門嘅。佢自從用咗呢個香水之後 ，OK， 我話俾你聽一件事係乜嘢 ？OK， 貴人自己吸過嚟，廠帶自己過嚟。當其時佢同漢米大哥一齊做直播，佢噴漢米大哥，佢同漢米大哥一齊爆單。對，你哋有冇睇到？我淨係想同你講一句説話。輕到你不得了，快到不得了。當你去噴嘅時間，少人會離開你。第一，當講少人，因為講少人會離開你。第二，吸引你嘅財運，吸引你嘅所有嘅 OK 唔同嘅貴人會嚟到你嘅身邊。仲有最緊要一件事係乜嘢？辟邪。喂，大佬啊！突然之間你出去買支香水，你估下有冇功能？你去上咩買啊？你 L 咩買啊？你去呢個香咩買啊？你去買啊？好香啊！得個香字，你有鬼有屁用咩？我哋呢香水唔止味道濃郁沉澱，有3個唔同嘅味道。原因係乜嘢啊？佢會中嗰個叫做咩啊？第一個層次，前調、中調、尾調，前調、中調、尾調，仲有辟邪、擋煞、招財嘅能力。嗱，我講明先啦，我最後一次做毛毛啊，一瓶20毛，呢瓶20毛，我真係得8套啫。呢個 promotion 我真係最後8套，你真係冇買過或者你要今日要加單嘅，我係最後呢次機會。OK， 我同你講 must buy。真的 must buy 這一個，我告訴你們，整個7月份你要用，你想你要輕輕的，你想你要你的小人不要搞你啊，你要誇的，你每天用，你可以直接噴皮膚，可以直接噴我們的衣服，可以直接噴皮膚，真係8套啊！你可以拿來聞。聽我說，你先給扣，然後我再說。不要加1啊，直接加2啊！我說8套是加2啊，不要加1啊，直接加2啊 ！OK， 聽我說，扣是什麼 ？K80，不要加1，直接加2，只有8套 K80，原價1瓶99，今天 K80加1 99塊2瓶，買1瓶。但是如果你加2的朋友。
扎二的朋友 ，OK， 只有4瓶，对不对？今天 promotion 送多2瓶。送多2瓶，所以如果你扎2的话，到手有6瓶带回家。每一支35块都不要 ，OK？ 来，这么狗的味道还会挥发吗？不会，你放心，你喷出来它才会挥发，在瓶子里面它不会，所以可以 store up 起来。Limbo 姐姐，你放心啊，因为第一，它里面完全没有酒精。酒精的你放在这里它会挥发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你没有喷出来，它不会挥发的，你放心。还有生鲜滚叶辣的，它是我们新品出了没有多久，还是新货的，你放心。还有，因为什么我们经常说最后这一批一年才开一次的花，没有那么。拿不到那么多的量，你明白吗？我们要等下一批，要差不多1年之后，它才可以有原材料做出来，明白吗？所以你们扎K80扎2，我不管你有用过没有用过，今天你 stock up 起来。还有整个7月份你去用，还有如果你睡不好的，你喷在你的枕头，你睡非常好。因为有些时候我们睡不好跟我们的能量也有关系啊，就是我们就是能量没有很好的时候啦，我们遇到不好的事情会影响我们，还有我们的心情。我有10多瓶，谢谢丁波姐姐，你看为什么我们的顾客会有10多瓶？他肯定是用過一次，他才會不斷重複購買，對不對？我就係問你一件事，認真嘅。你求求其其隨隨便便，你出去買一支香水，最起碼幾多錢？100多、200多、300多、400多，好用得500多的新幣。對。現在你加2，每一瓶不用35塊。你今天你加2，一共是有6瓶。OK， 我會噴在我的沉香枕頭。OK， 我只想跟你說，你們出國。謝謝令波姐姐，你看她已經有10多瓶，她還有下單，為什麼？就是第一，她感受到能量，因為令波姐姐我知道她感受到能量的，因為她用完我的沉水化解香之後，他告訴我，哇，你的淨化能量真的非常強，因為他以前就是用其他不同的東西去淨化的，但是他用過我們家的，他覺得不一樣。如果你能夠感受能量的，你能夠感受得到它。還有我們去外面啊，我們回家之前我們先噴一下，不要把那些不好的氣場帶進我們家裡面，明白嗎？這一個就是我們每天可以用。我們特別是去了一些不好的地方的時候，我們更加要用，比如說醫院啊，去了一些擺市的地方啊，更加要用。Last four 最後4套了，這一個冇人投訴呢支嘢。對，那個時候我賣的時候以後話俾你聽啊，唔好意思啊 ，OK， 以後話俾你聽啊，就算你粉絲見唔好，以後我哋都會撞味。大家咩咁樣啊？大家都係有支花香水，我都唔使用咩瑪麗啊，我告訴你啦，現在 L 咩 B 啊，現在我會用一點點沉香精油，我會用沉香精油，然後再加這一個去用，效果非常非常好，非常好。還有這一個呢，它就是爸爸，剛剛我不知道想說什麼，給你中斷。OK， 嚟，我再說多一遍啦。如果你哋出國真係點唔到香，你哋可以真係噴你嘅枕頭，噴你嘅酒店，因為佢都係辟邪擋災嘅作用。你去 try 一件事情，如果真的萬一要打牌，如果真的要萬一要買什麼 4D、3D、5D、6D， 你 try 噴一下才去買，試試看能不能交財，你明白嗎？最主要因為它淨化了你磁場能量好的時候，你就會遇到好的事情，你明白嗎？最後4套 ，last four 最後4套，所以 K80不要加1，直接加2，加2的多送2瓶給你。講明啊，下一次冇得送噶啦。今天你買加2，我送多2瓶，下一次沒有得送啦。因為沉香姐都不給我們賣這個 price， 我不知道你們記不記得，他已經跟我說了很多很多次，不可以再賣這個 price。還有一件事情我必須要告訴你，如果你哋試下一件事，哎呀，林姐呢，為什麼加1？不要加1，因為你加2瓶，如果你加2，6瓶，有6瓶啊。我就同你講一件事，你哋試下上網 check 一件事。如果要運一啲液體上飛機，係好鬼死貴。今日你落單嘅朋友，我唔理你3721，
9327 3618都好，我空運俾你，我空冤幾年蚊。謝謝 Jenny，最後3套。謝謝 Let's Let's 去，因為啊，你們趕緊，你們不需要擔心，因為我們公司有 7-day policy。如果你們收到之後，你發現味道你不喜歡，沒有我們說的那麼好，7天之內你沒有開過的，可以退給我們。你放心。所以你們不會虧，你明白我意思嗎？現在那個你幫我算一下，99塊乘以乘以6，一瓶多少錢33的媽咪。啊，33。Oh my god， 33塊一瓶，非常有能量，功能性非常好的一款香水啊。還有，如果你最近的工作沒有很順利的，然後你跟你家人的關係沒有很好的，你每天去用，你用過幾天，你會發現你想不到的事情會發生。很多顧客用完興到不得了，為什麼？不是他本來讓我們興，就是本來把我們不好的擋住 hold 住，你不要過來碰到我。聽我說，有揸香水的朋友，等一下你過賬的朋友，OK， 只有我這一次啊，說明先啊。啊，你不要亂來了，夠不夠？Bobo，OK， 有過賬的 ，OK， 我叫我 Amy， 等一下後面送一件禮物給你。哇，恭喜 B O B O N G，OK， 林波姐姐。林波姐姐 ，congratulations。Jennette Jennette，OK。Congratulations。Deni。Dennis，OK， 林 Jennette，OK， 我最後還有3個。OK， 我在後台送。馬上過賬打 K80的朋友，因為我真的怕你們拿不到，因為1年才開1次花，所以它裡面不只是用柚子花那麼簡單。為什麼它的味道？你有沒有發現，你用柚子煙，你沒有聞到那麼濃的味道？因為它就是用花，就是最純粹、最精華的部分做出來，所以它的味道是跟你們平常用的不一樣。還有它裡面有沉香精油在裡面，所以兩個 mix 起來。就是你用10次那個柚子葉都沒有這個味道，沉香純露可以辟邪嗎？也可以人噴，對，可以。但是沉香純露沒有留香的時間，你噴下去的時候，你聞到淡淡的味道。但是這一個有留香的時間，還有這一個，如果我們情緒不好的時候，可以噴在我們的枕頭，它會讓你睡很好。然後呢，如果我們不舒服的時候，我們噴一個在手掌心搓一下，一聞你的精氣神馬上起來，明白嗎？如果你發現你在外面有一點不對勁啊，氣場有一點不對，你馬上這一個是可以用聞的，但是沉香純露就沒有很好很濃的味道，所以最後2套。對，明白。謝謝 Jenny Chi， 謝謝 Jenny， 馬上過賬啊！還沒有收到我們的禮物的朋友，刀哥會送禮物給你們，好嗎？OK， 你片入面啊？等一下啊 ！OK， 最後1套了，要買的 OK， 快點去加。OK， 最後1套。最後1套 ，last one，K80 幫我帶回家。每個人的包包裡面都要有這個 K80，我告訴你。還有，如果你朋友生日啊什麼的，你送給他1瓶，因為啊，這一個你在外面，如果你隨隨便便買1瓶沉香的香水，大概多少錢？你送給朋友，朋友會非常喜歡，還有非常高級的。謝謝 VYU PM Admin， 那我送你禮物。我希望你們每一個都可以拿到那麼好的產品。還有，如果是第一次試的朋友，你試完之後給我留言好不好？謝謝 SH 林，謝謝你們。如果是第一次用的朋友，下一次你看見我，你用過之後，你讓我知道好不好？因為這一個產品，說真的，我第一次買的時候，我跟你們說，我很難用我的語言去告訴你們它有多好，因為這個它的香氣，我只能夠用我的感受去告訴你們，非常之 fresh。然後呢，你聞到柚子跟沉香的味道。但是它的功能最厲害不是它的味道，但是它的味道已經讓你非常舒服，非常感覺非常非常好，明白我的意思嗎？謝謝你們。聽我說啊 ，OK， 聽我說，等一下，什麼代誌 ？OK， 等我一下。什麼代誌？有一件產品啊，等我一下。OK。
媽咪，你說多兩次。什麼產品？你講嗰啲講。哦。OK。還有嗎？我叫佢尋一陣，我都錄圖出嚟。錄圖呢個啊？係啊。哦。如果有剛進來的朋友還沒有拿到我們的口噴的朋友啊，現在撈哥拿到6套出來，因為怕你們真的拿不到。這一個我告訴你們，它不只是光讓我們口腔裏面清潔，去掉味道而已啊。最主要它的功能，沉香是可以進我們的肺經的，它針對我們的肺經是非常好的。所以我Miss Mo 生病的時候，我馬上從我包包我拿一瓶，我給他，叫他馬上去用。第二天還是第二天，他早上就吐了一個很大個的痰出來，很大個。他沒有分享他的這個痰啊，我沒有察覺到。我用完大概2個星期，我每天都有早上起來的時候都有一個小小的痰吐出來。然後我問陳香姐，陳香姐告訴我，因為這個就是針對我們肺部，我們裡面有痰不能出來的時候，我們就會很容易肺炎，我們的病毒就留在我們肺部裡面。這一個口噴，我告訴你們，真的非常厲害，因為它可以把我們不舒服我們的病毒排出來，我們就沒有那麼嚴重，明白嗎 ？OK，你們問這一個香水，百里香有什麼分別？百里香最主要，百里香是。百里香是叫貴人的，然後百里香可以幫我們去蚊子，明白嗎？去蚊子。這個跟這個有什麼分別，對不對 ？OK，我拿這個噴酒的就會很快噴，呢個好快噴完，所以可以用沉香純露比較大隻。如果你光淨化，你可以用這個，但是如果你發現有些真的很厲害的嘛，發現你用這個還不夠的，你再這個，因為不僅這一個是精華來的，明白嗎？精油來的，所以它的能量是強很多。還有這一個純露來的，沒有其他的。這一個就是有柚子花的精油跟沉香，所以這個能量是強一點的。如果你去到一些地方，你隨便噴可以用這個，但是4個角落 ，Amos 哥哥就用這個，你不要噴很多，4個角落。請問打算沉香純露做小瓶可以擴分？我們有啦，拎波姐姐，拎波姐姐你不知小道啊？瓶的沉香純露我們已經有，因為沉香寶寶可以噴口噴，可以噴，但是怕他不喜歡那個薄荷的味道而已，明白嗎 ？Price， 如果我知道你的寶寶有手足口啊，對不對？手足口，你可以給他嘗試一下，如果他不抗拒那個味道就可以，因為有些 baby 啊，他怕薄荷涼涼的味道，但是它不是太涼，拎波姐姐啊，我們換了新的，好吧？我們 OK，那個之前我們那個這個純露啊，加2就可以加2就送2瓶，謝謝 Jenny。加7就送5瓶小的。對，我們就是這一個純露啊，我們就是聽完你們之後，OK，這個不能帶上飛機，所以我們故意做1瓶小的，你明白我這個意思吧？我們之前都是說你加2，要88塊3瓶。有沒有朋友還沒有拿到這一個的 promotion？就是沉香純露，如果你加2，我送你小瓶的；你加3，我送你5瓶小的。有沒有朋友還沒有拿到？因為這一個我不知道還有沒有，爸爸你問一下。如果沒有拿到這一個福利的朋友，幫我打個1，我看看。最近他們咳嗽你用藥香，你可以給他 try 那個口噴，看他能不能接受。你給他如果對，但是藥香你每天點，你明白嗎？每天點。如果你還沒有收到新款的，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第一批下單的，因為第一批下單的顧客已經陸陸續續收到了。如果還沒有收到新款的藥香，有舊款的，你先點起來，會幫助他們，明白我的意思嗎？對。純露啊，沉香純露。對，我要那個問一下，因為 OK 嗱，我首先講咗先 ，OK， 我哋逐樣嘢嚟。嗱，我再講多次，我真係再講多次 ，OK，因為我嚟啦，媽咪。謝謝 Jessie。呢個產品，如果你哋真係仲未落單嘅，我希望你哋可以去落單。我淨係同你講，呢個產品咧，我哋自己親自經歷過，我哋同愛民一齊挨住一起 ，OK，我們每一天在新加坡很忙 ，OK，我們都沒有生病。
Miss Mo 用了這一個產品，OK，他身邊，然後很快把那個痰吐出來。嗰個痰好大塊，連沖水嘅沖水或者沖水沖唔到。嗱，我攞多6套出嚟，真係攞多6套出嚟。你記住簡單啲，如果你有牙齦炎、有牙齒敏感，如果你有喉嚨痛、有咳嗽，如果你出街嘅時間你發現好多時有鼻塞、有鼻竇炎 ，OK， 如果你曾經做過 COVID， 你真係要買呢支，你真係要買，因為我哋自己親自試過啦。已經係真係有效。我老婆係一個好容易病嘅人，我哋每日唔夠瞓，我哋接觸咁多唔同嘅人 ，Miss Mo 木蘭Karen， 跟住艾珠，然後再接觸思婷，我哋就用呢個口噴。OK， 未來日子會起價，我最後6套 OK， 我俾你哋試。總之一支20摩，你記住聽一次。我一支咧大概用5日嘅啫，我一支大概用5日。OK， 謝謝你 Price。OK， 最後10套 K99，未來的一支8瓶5588塊，未來的一支8瓶55塊不係，未來的一支5瓶88塊。我今天再做多一次福利，我們真的 try 完之後，我賞你們撒單。OK， 聽我說，每天噴。什麼時候你都去噴，你會發現第一你好康好清新，第二你會發覺 OK 真係可以幫你阻隔一啲病菌，明唔明白？咁第3樣嘢我都話咯 OK 好簡單，你有牙周病、牙齦炎、牙痛 OK 有爛牙，你唔夠瞓，你嘅口氣可能會冇咁清新，你用佢。你記住，沉香精油食得落個口係好貴，一 gram 都賣100幾蚊。今日我嚟講，裏邊全部都係沉香精油嚟嘅。乜嘢味道？薄荷加沉香嘅味道。OK， 我最後做多一次。K99 K99，今天你買8瓶88塊，每一瓶11塊。OK。我不管你是幾歲的小孩子、老人家，你去買 OK， 我哋真係試過睇住 Miss Mo 真係吐咗嚿痰出嚟，嗰嚿痰連個洗手盤都沖唔走嘅，點解唔買啊？令到你記住啊，如果你有痰，有啲老人家要吸痰啊，呢支產品可以將你所有嘅口腔，因為你記住耳鼻喉係通埋一齊。你哋好多時一出街你要呼吸空氣，你一呼吸空氣咪有細菌咯。而家尤其是你之前曾經中過肺炎嘅朋友，你更加要用佢，保護你成個口腔，保護你成個鼻，保護你成個喉嚨。有咳嗽、有感冒、有唔舒服，你去用啦。我淨係同你講，呢隻產品中國冇得賣㗎，但係未來日子中國一賣，佢一定起價，因為中國而家爆發緊疫情，我仲係撳住麗坤姐 ，OK， 我叫佢真係唔好賣住 ，OK， 有消息2029年，其實實用得完，因為新品嚟嘅，2029年最後3套，88塊8瓶 ，OK， 你幫我收到之後，給你媽媽2瓶，給你爸爸2瓶，給你的孩子2瓶，你很快用到完啦。OK， 我都話我哋係未停過，係咁噴㗎，先可以阻隔唔同嘅細菌。你明唔明我意思啊 ？OK， 我淨係同你講沉香加薄荷。你市面上買一啲口噴，全部得薄荷嘅味道。我呢支可以消炎殺菌。OK， 仲可以保護你嘅牙齒。你有牙痛、有牙周，我之前喺台灣咪睇咯，我有敏感牙齒啊，噴完都冇。主要就是你生病的時候啊，它可以幫你把你的病毒帶出來，你能夠把痰啊帶出來，你會很快好起來，你明白嗎？它在你身體裡面就是會發炎，我們最怕 COVID 就是怕肺炎。我們本來之前已經有中過，已經傷到我們的肺，對不對？所以它對我們的肺的修復功能是非常好的。還有這個。
它用的精油特别走我们的肺经，就是针对现在的病毒，你明白？所以为什么我跟 Miss Mo 都会有痰吐出来，就是这个原因。Miss Mo 吐出来的那个真的很恐怖，我告诉你们，那么大个，那么大个的，那去最后3套，所以 K99 我希望每一个顾客都可以拿到，因为这一个对我们的健康非常非常好的。明白吗？特别是老人家、小朋友，经常为什么要去医院抽痰？就是他在里面，他出不来，他就整个肺部啊卡住，然后病毒在里面，然后就发炎。我们能吐出来，第一，我们没有那么辛苦；第二，我们经常咳嗽的就是快，为什么要买给他的小 baby？ 因为他们很辛苦，他们咳嗽会很辛苦，明白吗？把那个痰吐出来之后，你就不会卡住在里面，不会那么容易发炎了，明白吗？还有你会很快recover起来，所以这一个你们不要错过。如果今天有在意的朋友，你相信我，你可以多在意，因为之后我们不可以卖8瓶了，你随随便便买一个就是帮你口腔清新的，都可能大概10块8块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个是有功能的，我跟那个用的比较快，因为我们直播经常说话，如果我们同事有生病的，我们喷的很多，我大概5天用1瓶，我们大概5天。OK， 来，今天所有的下单的朋友，可以的话马上去过账。对，我今天叫我老婆什么不用做 ，OK， 马上结单，马上空运给你。对，我要统计啊，我统计好不好你们的数？OK，量。谢谢你们，谢谢大家，我们明天见，好不好？ See you，拜拜。